今年是哪年呀？你真是吃撑了啊！2013年，这你都能忘？咱们家是石阳镇是吧？对啊。 2013年4月23，咱们现在在石阳镇。是啊，怎么了？程小时，我进出来。阿姨，您等一会儿啊。陆国，陆国，你出来，我要问你点事儿。陆国，这就是你跟我说的重大节点，是不是？你告诉我，不管我怎么改变过程，都不会改变的结果，就是所有人都会死。 陆光，我问你，你告诉我是不是？潇潇，你跟谁说话呢？我再问你一遍，你告诉我是不是？程小时，这次地震是无法扭转的节点，你救不了他们，他们早就死了。你所看到的只是过去的一个小片段而已。